南投德山是竹仔的产地，早期有真侪加工厂做各种的竹仔制品，后来中国本地的竹仔制品大量进口，再加上塑胶用品嘛愈来愈多，所以高成本的竹仔制品甲人无拼，开始来落水。加在少年的一代来接手，加入到创新的设计元素，互愈来愈侪人愿意来接受绩效相对较悬的竹仔制品，嘛互竹仔产业有了新风貌。电视壁有各种的生活用品，器皿啊、杯啊、手工甲皮包啊，造型真简单。这是最近几年来真情的文青风，而且拢是用竹仔做的。竹仔裁好了后，用机器落去磨，伊的材质比塑胶更较硬，而且会使反复来使用。如果以每次18公分计算的话，台湾制造30亿只，一年制造30亿只，等于说可以把地球环绕344圈，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伊是南投德山这间第二店的第二代林家宏，为了环保爱地球，伊试几啊种竹仔，才找到减竹上适合。竹杯啊嘛是因的主要商品，各种造型拢会使做。竹仔纤维较硬，要做到筋骨袂穿穿，较够工。用特别的图，普通的生活用品加一份艺术感，更生活化，然后这些的角度去切入，让大家能够重新熟悉这些竹制品，而不是一昧的使用那些塑胶制品。德山这个所在有真侪竹仔，早年有真侪加工厂，后来因为中国侪物件进口变俗价，加上塑胶用品愈来愈多，或者成本较悬的竹艺品足歹卖。像林家宏安尼接手转型加入设计元素，德山店有4间业者伫做，一年业绩会使达到2000几万的新台票。德山店的竹仔产业一年还佫有差不多1亿新台票业绩。不是做产品而已，而且还包含从种植开始，教大家怎么样从环境去了解到说竹子跟我们的生活是有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南投德山店有愈来愈多文创竹艺，将较早传统的竹仔做加工，重新塑造，创新的设计，和竹艺产业重新出发。